后来台湾最近这段时间，这个新冠病毒境外传入的病例实在是未少。台大公卫学院今仔日召开着记者会，建议政府面对着境外传入的威胁，台湾袂当阁像即摆安尼，敢若单纯来隔离14天，应该着要依照着这个国家感染病毒风险的程度来制定无共款的检测甲隔离的政策，安尼才妥当。 各国封锁规半冬，希望讲暑假疫情袂遐尼严重，但是事实上毋是安尼。统计到8月12日，全球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2031万，死亡的人数嘛已经有74万。但是台大公卫学院表示，到后礼拜会增加愈侪，确诊的人数可能会来到2190万，其中美国、印度、巴西这3个国家就超过全球的一半。 巴西因为经济的因素以及他们的这个民俗风情的关系，印度我想是因为它的真的是经济生产力已经面临的非常严重的挑战哦。那加上很多贫穷区，那美国最重要，我想确诊最重要是因为它的检测是比较多的。为了预防入境所造成的感染，各国采取的防治措施分2种，一种就是单纯的隔离，亲像台湾、英国、葡萄牙、芬兰这些国家。 另外一种就是隔离加上境内检测，亲像纽西兰、澳洲、香港、德国。台大公卫嘛建议，面对疫情，台湾也袂当放松。因为有第一次检测之后，我们5天之内，我们变成这个漏掉的 case 才会变得很少哦，所以要检测之后的5天。 然后再做一次检测，好，那这是根据台湾过去1月到5月的资料，唔是用检测来取代隔离，但是透过检测，还有相关的规定，对疫情的调查较有帮助。